驸马，公主，驸马，你是伫咧烦恼啥物咧？无啊，我哪有伫烦恼什么呢？拄则我叫你几落声，你才听着。家己一个人愁眉不展，戆戆徛踮咧即个所在，你还阁讲你无烦恼？驸马，自从你招亲了后，我拢捌看过你笑，你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看你如此的模样，无危险阮礼不就，无危险阮用毛球，无危险阮欠温柔。公主向来如天仙，对我体贴情绵绵，养我有归随不歇。公主为何输的出言？你讲的话非实在，若有我不应该。新婚有妻多恩爱，意我温婉为何来？归人世上泪成川，甘是内心事中原。我无想话花甲全，公主尽管心疯狂。真是的，这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哎呦，驸马，你是怎样？无定拄则去互风感着，煞突然间头壳真痛。你头壳痛？哎，那袂较早讲的？你等一下等，我来去摕药啊吼。多谢公主。哎，老兄，大哥，大哥啊，你找我正经有啥物代志？细声咧，我踮遮受人招亲，我真担心，毋知去连累到老太君也袂。要麻烦小弟，你倒转去三馆，甲我打听一个消息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你放心啦，我这条适婚皮倒转来去哦，明仔透早我就来回复你的消息啦。有劳贤弟啊！有人来哦，我来去。迄是啥物人？公主，无啊，我明明看到一个乌影。哪有咧？只是敢若我一个，哪有啥物乌影呢？哈？你免骗我，我拢知影。你知影我所讲的话？你是伫咧讲啥物？无，我无讲啥物啊。驸马，拄则迄条乌影，我虽然看无清楚，也毋过会当踮咧天空飞来走去的人，除了廖庆以外，还佫有啥物人呢？驸马，我也知影你手足情深，事实讲，你嘛会用去定定招见恁五虎将，来到咱后宫，讲一寡恁兄弟的感情。真是嘞。是啊，驸马，我既然嫁你为妻，你兄弟实在何必着苦涩起来？多
夏公主。我药我甲你摕来啊。啊，袂啊，我即马头壳袂疼，拢总好去啊。什么人啊？是小人老庆，是你。恁先退下。是。请起。谢大人。丁好将，毋是行了先生国。敢讲连环大人，你也袂相信阮元帅会做人？敢讲另有温情啊？无毋对，阮元帅是去互八宝公主所擒，迫不得已暂时才伫迄个先生国伫个暂居住。果然不出老夫所料，老夫早就料想了。狄元帅毋是变节之人啊！是啊，阮狄元帅伊随时都准备找机会伫要逃走，只袂放心的，就是狄老太君。范大人，敢讲阮义庙狄太君，伊真是受到牵连啊！可恨王峰在皇上面前奏上，狄青伊犯了先生国，伊的老母应该受罪。现在家境伫咧天牢啊！什么？我母亲受连累，家境在天牢。是啊，阿娘，我害你。连累的母亲啊，将河畔啊，狄青的娘啊，对不干啊。我愿的体面啊，你受在人，七分两地啊，隔万山啊。阿娘，也无亲啊，病啊无啊。心烦躁，你不该受累啊，金天牢。兴趣不该将阮咬表锁，不过是我行是为啊好，笑款辜负啊。做东又来我
经理是我的亲生囝，伊身犯国犯，当然是会连累为娘，这哪有啥物唔对咧？大表，小婿愿意无顾一切，一定为你老大人家伸冤。老身好罪之有，现在我看你若是紧带转去，唔多若去互人发现着，是会增加恁的不利。我袂走，我要留在这陪安尔。金銮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你要哪会留踮在这咧？我袂走，安尔，我袂走。大表，要无我留踮在这来伺候你老大人家。条件枉法事件，你若是紧走，紧带转我袂走，大表，我袂走。小姐，孙是能带兵为啥来啊？赶紧领走，也若无下官受罪难当。紧来走。安尔，我一定要过来找你。安家。叩见孙大人。哦，原来是恁咯。哼，着请在先生国招亲，追党叛逆。伊的老母是朝廷的要犯，任何人不准来探监。孙大人，我求你，阮阿娘年纪遮尔老啊，无人照顾哪会用的咧？我求你，我求你明女在此，伺候阮阿娘好。我搁甲恁交代一摆，任何人不准来探监，违令者一体同罪。是啥人讲袂用咧探监？孙秀参见，太后娘娘千秋。顺秀，探监的人一体同罪，是你讲的是？那安尼本校来探监，毋着安那犯着叛国之罪啊？太后，我只甲咱死讲讲了尔，当我无甲定罪啊啦。哼，料理也不敢，也毋赶紧甲我提去。是。叩见太后。金銮，紧起来！大嫂，留，你有要紧无？因是毋是敢对你逆态？托太后的福威，一切拢真好。你放心，大嫂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天路。多谢太后。只是，恐惊会敢无遐尼容易。是为虾米？是为虾米啊？青离伫先生国招亲，做党叛国，我是伊的亲生老母，当然无可能通脱离这个关系。亲爹实在太不该。你不该谈荣华富贵，连累阿娘伫天牢底受苦。我认为青帝伊绝对毋是迄种人，伊会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苦衷。大哥，这件代志竟然连累了老太君。敢讲你一点仔着急都要赶？大哥啊，你若讲水查某吼，逐个人都爱啦，但是总嘛袂用个为着一个查某，连老母都无爱顾啊。但这有啥物通啊稀奇啦？哎哟，迄荣华富贵吼，大家嘛拢买，迄毋免讲是伊啦，换做是我嘛是共款。
才互人招做驸马，遮尔啊真荣华富贵咧，哈！啊，啥人想要转去中原，都要咧甘过。你，无啊，恁啊，恁讲话嘛较有站扎的，啊大哥敢是迄种贪图富贵的人心？哼，大哥现在吼告陪公主，啊连要去争洗的代志也拢无讲起啊，是安怎毋是迄款人？这无啊，大哥你敢真是有影变安尼？各位贤弟啊！有义兄的心事，恁袂了解啊！母亲啊，比金怎不通伤怀？荣华富贵岂在我眼内？我有苦痛无法离开。大哥到底有何苦衷？何不说出，大家好参详。义渺受累，自会明中，行宽关过难宽容。若无赶紧说法效果，是不堪嘛说伤。大哥啊，你怎会放心搁待在宫中？枉你一片忠心，母艺效用。你为了公主，你着逼一逼将。大哥，当初你是奉旨情西番，无准先过，只会惹出麻烦。如今你总袂有一点国事，也不管，无亏你正是对伊公主留恋。大哥啊，当初你要互伊招做驸马的时阵，你有甲伊讲条件哦？啊，讲叫龙主，就封咱这兄弟啊，镇守踮迄个三关呢。阮逐个拢嘛以为讲这是你的计策，哪会知影较即马你连一点仔要走的意思都无？啊，你叫阮逐个哪会袂怀疑？既然这位兄弟袂当来了解我，不如我将着我心中的顾虑全部讲互恁听嘛。啊，有啥物？什么代志啊？哦，要交中贵咧。哎，若讲到迄个公夫哦，酒若食，什么代志拢毋知，即嘛毋知水位倒位去啊。安尼也是好，若无即件代志，我也真惊互知影，毋倒要甲我切外生气。种位兄弟，五兄虽然伫咧遮招亲，无一工就伫咧想办法赶紧要来离开，因为我的困难就是金盔金甲搁三宝流落在公主的枪中，无金盔金甲是要安怎走呢？哈，啊你已经做翁仔某啊，伊盔甲甲宝贝拢还袂限你啊！哎哟，啊世间哪有即款遮尔啊袂相信翁婿的查某人啊？哼，真是气有出哩！我来去甲伊问。好者，我当伫咧讲的招中贵蒙夫，啊你比我较蒙夫啊！无嘛，大哥啊，阮逐个拢嘛是为着你的啊。哎呀，根本你都毋捌什么嘛！大哥，我看这个代志，你赶紧想一个办法，自将盔甲啊甲宝贝甲夺倒转来啊！哎呀，哪个有啥物好办法？迄上好的办法哦，就是从偷的啦。啊，若偷袂着，就往家抢的。点咪？八宝公主伊武艺高强，聪明绝顶，你想要去顾家偷的，等于是自找麻烦。顾手的你是自找死路。
我大哥啊，若照你安尼讲起来，阮大家毋着即世人就安尼住喺即个神仙国遮做番工。对对。大哥，我看只有即个办法，假使若会死，嘛着爱将宝贝甲盔甲家夺倒转来，离开这个神仙国，继续前世啊！